刚德生命是心力学的圣师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作为主席，阮敬拜你。你是阮的阿爸天父，你是阮的上帝。当阮敬拜时，阮深深知影，你的听就要充满伫阮的生命中。阮何等的福气，会通亲近伫你的身边。对今仔日的圣经，阮知影，阮的礼拜是何等的宝贝，何等的重要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的圣神，带阮敬拜天顶的上帝。阮同心祈祷，我为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启示了14章，咧讲起一种的礼拜。关今仔日的圣经对咱兄弟姊妹是一个鼓励。启示了14章咧讲起将来有一日。伫天顶，上帝阳光施恩宝座前，要有一群真少数，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，但是到最后，伫世界末日的时，只有真少数144000人。这群人要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甲上帝做伙到永永远远。我一直咧问讲，到底迄日？我敢有迄个福气，是伫这144000人的内底。所以兄弟，你敢确保有一日咱会当同心伫天顶的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咱就是这144000人中间其中的一个。耶稣讲，天堂的门是细，天堂的路是矮。进入的人是少，无拄拄像耶稣讲主啊主啊的人，拢一定将来会伫天堂的中间。那安尼心中的人，伊是属于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这144000人，伊应该有什么种的特别伫人生中间？检查有一日，咱到上帝的身边，伫天堂的门口。咱甲上帝讲，阿爸天父，我倒来啊！但是迄个门检查无为咱开，咱要伫遐抗议讲，上帝，我为你起足大间的礼拜堂，上帝，我嘛为着你的教会赚足侪钱，上帝啊，我嘛做真侪圣事，我嘛真够讲道，但是天使检查甲咱讲，你是什么人？伫这个名单的顶悬，我较无看到你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礼拜对咱来讲真重要，真重要。伊讲起这144000人徛伫上帝的施恩座前，伫个所在有天顶的天使，有12个长老。这144000人，就亲像交响乐团，有乐器咧弹。这群人就伫遐唱出一条真水的歌。受启示的这个约翰，伊受到真大的感动，就亲像咱去真大场、真好的这个交响乐团的音乐厅。咱伫个礼拜中间就受到真大的感动。约翰讲：“我听到这条诗歌，非常的感动，好亲像是一条新的歌，未捌听见。”天使甲伊讲，这条歌是世间俗迄期的人因学未来的歌。这段圣经一直伫我的心内，伫我的心内。第一个疑问，我咧问讲是甚么歌学未来？较戆的人，若肯学，都学会晓。那安尼，这个少数会当唱出这个诗歌的人是甚么人？我有一个感动，这群人就是。伊毋是用嘴唱歌，因是用因的心，用因伫人生中间精进所流的汗水、血水。所以有一条歌是世俗人学未来的，
这条歌是圣神的帮助中间所得到的感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今仔日圣神要甲咱讲的话。今仔日圣经甲咱讲什么？我会去注意到这段圣经，其实我60几岁头一摆去注意到这句话，是一条学不来的生命之歌。我注意到这段话是伫拄顶个月5月30，伫荒漠甘泉咧读荒漠甘泉的内底，我读到这个作者伊所讲的这段圣经章，我心内切一来讲，较有遮尔宝贝的圣经，我到64岁还阁无去注意到，这是上帝的提醒。所以我伫带着这种的感动，心内好奇。头一个我就去想讲，上帝啊，这到底你要甲我讲什么？然后我发现这个作者，我真好奇，为什么伊读会晓圣经？一本圣经700样人，平平做基督徒，但是有的人都亲像咧看漫画小说，安尼看过清清彩彩，但是有的人就是句句顶真。抓会到重点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作者原来就是一个目睭青昧的人。这个人后来做牧师，伊伫20岁时患病，去找医生，医生甲伊宣布一个足无好的消息。伊讲：“你的目睭伫要青昧。”伊讲：“敢无有通医吗？”20岁时阵，伫瞬间，伊青昧。伫迄个困苦病痛的中间，伊拜托伊的爱人，伊的未婚妻，甲伊讲：“你陪我行人生的路好吗？”这个查某囡仔甲伊讲：“我较有可能一世人甲你做伙，那安尼我的人生就乌有去啊！”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就离开伊。对伊个时间，伊感觉真孤单，伊一世人无结婚。甚至到中年的时，照顾伊的妹妹，相依为命的妹妹，也恋爱，要结婚。所以伫迄个瞬间中间，伊感觉，那安尼伫世间，我有甚物人通倚靠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伊到落尾写足个圣诗，其中有一条圣诗，我有铺伫咱的赖族群、教会族群，你若无注意到，你搁重新倒去听。迄条歌的意思就是讲，用不主角的爱，永远无过长的听。无有任何的事，无有任何的人，虽然我是孤单，但是无有任何事、任何人会通过长咱的天父上帝对咱的听。这就是天顶的圣徒所咧唱的诗歌之一。现在所有亲人拢离开伊，但是独主耶稣无离开伊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咱来读今仔这段圣经，伊讲：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有一群人因咧唱一条新的圣诗。这条诗歌无人会晓学，无人会晓唱，独什么种的人？独就是互耶稣基督宝血赎回，互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买得来，这定属伫主耶稣基督的人。伫这个所在咧讲卖出。伊的意思就是原本伊是一个奴才，但是因为主耶稣投放伊，可以成做一个自由的人。这种的人的心内一定是满心感谢。所以今仔这个经文讲，这群人因为头壳顶有带着一个印记，伫这个头壳顶顶端写一个天父上帝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。所以这咱拢常常讲，伫我的头壳下顶有一个耶稣基督十字架，恁会记吗？古早的奴隶，伊的主人常常伫伊的面、伫伊头、伫伊手，会甲伊刺字，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奴隶，伊要互人一看就知影讲，这个人，伊其实就是一个商票，伊是上某某人。特别若是无乖逃走的奴隶，去互人掠倒倒来。伊会伫伊头壳顶悬，甲用一个火烧的一个铁啊，就甲伊当一个字 F。迄个意思就是伊逃走，伊是一个逃走的奴才。
但是讲早中国若掠着迄个犯人，会甲插一个囚犯的囚。伫罗马的庙的内底有石头刻罗尼的祈祷文，因伫庙内底甲因的神明祈祷讲：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求你互即个字无去，安尼我就得到自由，我就无搁再带着一个见笑的记号罗尼。所以因安尼祈祷，当然无一个罗尼伊的即个记号是无去的。伫到今仔日，咱所读这段圣经是将来伫天堂的礼拜。伊讲7群人因的头壳遐顶悬要带着一个记号，就是因的天父上帝的名。这群人是用耶稣基督回所买倒来，所以因心甘情愿，因为耶稣基督会听。所听的弟姊妹，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享一个字，叫做呕心沥血，还是呕心泣血。这个意思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。这个中文的意思就是尽所有一切的力量拼命，用咱的生命来荣光天父上帝。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。愿这段的圣经感动咱大家兄弟姊妹。咱问咱家己讲，我敢愿意有一日，我会当伫天堂的所在，伫上帝的面前。我会当有迄个福气，参加遮尔大的天顶的礼拜来敬拜上帝。逐个人唱无共款的声，但是逐个人的伊的生命迄条歌，其实就是伊伫人生中间伊的生活、伊的生命。所以到到天堂的时阵，每一个人所吟的诗歌是无共调，但是拢共一种的心意，就是圣在、圣在、圣在。俄罗至圣的上帝，11家11家，永是我的荣耀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明白一项事，因为我问上帝、问圣神伫祈祷的中间，我在思考，我问我家己讲，是安怎？较学袂晓。后来上帝感动的中间，伊互我搁去回想着圣经中间讲真多。学袂来的人，其实因内底无心啦。有真侪基督徒，毋是真侪基督徒，真少数的基督徒，伊做一世人的礼拜伫教会内底，伊自称做基督徒，但是伊永远都无享受到甲上帝同在迄种的幸福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。上帝个奥妙，世间人属血气的人，因看嘛看无，听嘛听袂明白，想嘛想袂清楚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毋是这个好唔好？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知我毋是一个有智慧、真巧奇的人，但主求你互我。毋是这种的人，主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互我会当亲像这14000个人中间，这种的荣耀的基督徒。主，我要用我的一生，主，我要学落你，尽心尽性。主，我要学落你，尽心尽性。伫咱的教会的祈祷会，咱真爱吟这条诗歌，可能恁无一定真爱吟这条诗歌啦，但是牧师常常用这条诗歌。做咱的祈祷，但是愿恁真正，愿咱真正对心中欢喜讲，主我要学落你，尽心尽性。愿主甲咱三个伫地。今仔日咱所吟的第2条圣诗，这条圣诗的名叫做《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好见》。伫咱的人生中间有真多诗歌、圣诗感动咱，咱有当时伫无意中，咱就出声就吟。咱毋知影伊的作者是啥物人，咱嘛毋知影伊到底是拄着啥物代志。但所听兄弟姊妹，伫圣诗内底有足侪诗歌，拢是因为因甘着目屎，伫咧人生中间拄着艰难，因才会当写出来即种遮尔水的祈祷词。所以今仔日第2首的圣诗，第3首的圣诗，以及今仔日一开始我要甲恁讲的，拢甲圣诗有关系。
这圣诗的作者检查伫将来就是伫天堂，咱咧做礼拜14000人其中的一个。圣诗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的好见。咱若拄着心内郁卒的时候，咱常常拢会去唱这条诗歌。这条诗歌是一个美国的律师，伊几乎家破人亡。我唔知什么原因，恁会当去Google看卖，检查恁会当找到迄个故事的细节。但是这个人伊一生中间拄着家破人亡，伫伊感觉最孤单、最失志的时，伊就写出这条的诗歌。也这上帝相爱、上帝宝贝这种的祈祷的诗歌。佮第二条诗歌就是一个足出名的姊妹伊所写的。这条歌我想咱不但会晓唱，咱可能多数人上无会晓朗朗上口背第一节几句。耶稣的手扶起我，对吧？耶稣的手扶起我，安稳伫伊胸前。这条歌是一个青梅的查某囡仔，甲拄则我甲咱讲，这个经文互我感动的这个作者，拢是青梅。这个囡仔，这个老阿嬷，伊搁较可怜，细汉还未10岁，可能3岁时我印象，伊就半病发烧，后来就青梅。这个人的名叫做芬妮啊，你是芬妮，我是王姨哦，唔是迄个芬妮哈。这样真正英语的名叫做 Fanny Crosby， 足出名的圣诗的作者之一。这个人活到93岁，伊最后离开世间的时刻是伊坐伫伊的房间卧房，咧画一张批，互拄着郁卒艰苦疑问，因为这个Fanny 这个人伊写真多的圣诗。所以圣诗嘛安慰真侪人，所以全世界各所在有真侪人会写批去甲这个老阿嬷拜托讲，阿嬷请你安慰我，我拄着什么。这个阿嬷93岁的时阵，伊倒伫伊的桌顶咧画这张批，还未写了，后来趴伫桌顶，上帝带伊到天堂。这个查某囡仔伫伊8岁的时。伊甲上帝讨一项，主我要一生快快乐乐，主我要一生快快乐乐。所以爱的姊妹，上帝真正互这个真不幸的查某囡仔，后来一生真做伫主的听的内底充满喜乐的一个人。我要甲这个故事讲互我的查某囝听，有特别有感动，所以有嘛甲我回应讲，主。爸爸，我甲上帝讨讲，我嘛要一生快快乐乐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恁若伫礼拜中间有听到讲道，听到圣经，心内有感动，迄毋是牧师真够鼓励恁，是上帝将这的话要带恁进入上帝幸福的门的内底。所以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生命常常有一条歌。这个Fanny Crosby 这个人，伊个有写另外一条诗歌，可能咱拢知听过。喜乐阿嬷真爱这条歌。喜乐阿嬷讲 ：“This is my song, this is my story。”这是我的生命的歌，这是我的故事。这条歌中文该翻译做有福的确据，在咱的圣诗内底无这条歌，但是在其他的圣诗的版本的内底有收录这条诗歌。我幸福是因为我有耶稣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你敢有经历这种的心境？搁有咧，有一条歌，何等伟，你真伟大，何等伟大！哦，这条歌若咧听咧唱的时，应该爱站起来，特别抬头挺胸仰望天上的日月星辰。这条诗歌就是一个瑞典的牧师，后来做牧师伊伫一日大风雨，但雷公乒乒叫落大雨时，惊到伫咧大风雨中间，伊真着惊。后来就真着惊了后，伊将迄种的心内惊吓，就将这个歌词写出来。主啊，虽然是大风雨，
但是伫天顶、天地中间，我知影你何等伟大，你真正伟大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伫天顶才会圣赛，伫天顶才会比咱较大升伫上帝身边的，属于主耶稣基督，至始忠心，至始忠心，永远跟对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这群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讲阿们。主啊，愿我有一日会通有稳定的门为我拍开，我会通徛伫天堂的所在，我会通进入你的受恩宝座前，毋是用我的喙唇，是用我的性命。我是带我伫这个世间一生的年日中间所挖出来。迄条生命的时光，带到上帝你受恩宝座前来敬拜你，甲你讲：阿爸天父，我倒来啊！阿爸天父，这就是你所赏赐我的人生，赐我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。兄弟，你愿意？你是这中间其中的一个嘛？俄罗是一个足要紧的奇妙。我的阿公，我的先人甲我讲。我的外公做牧师的时候，有时拄着迄种无法度处理的，就是犯着鬼。所以我听我的师大人、我的长辈因咧讲起，当时初代的教会，咱台湾的初代教会，因若咧赶鬼的时，头一个就是大声吟圣诗，好大人基督，我都吟真侪圣诗。伫俄罗的时间，上帝荣耀同在，连迄个鬼吼。挡袂掉，因为伫吟圣诗的时阵，迄个鬼就互上帝官灵甲迄个俄罗的官兵赶出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回想咱家己，你有偌久毋捌俄罗上帝？主啊，你是安那人点点无爱讲话？主啊，我甲你祈祷是安那，你拢无回应。主啊，你伫什么所在？主啊，遐无公平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对今仔日开始，这种无明白的话，咱兼讲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你何等伟大！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用阮的一生唱一条俄罗的诗歌，这就是咱礼拜中间最后咧吟迄条诗歌，叫做上扬，就是将阳光归伫天顶的天父上帝。所以兄弟姊妹。天顶所咧吟的诗歌，应该只有一句话：11个11个，应是我的荣耀；11个11个，应是我的荣耀。因为主的阳光，因为主的慈爱，因为主的权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那安尼，咱安静来读这段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4篇96篇，咱应该甲背起来。第1节到第7节，实在是真水的俄罗诗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恁着用摇花唱新歌，全地着用摇花唱歌，着用摇花唱歌，祝写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阳光，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。因为摇花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乐；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一个无经历着上帝。还是讲无真正担着上帝稳定滋味的人，无法度写出这种的祈祷书，无法度写出这种的恶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愿上帝用伊的稳定，用伊的慈爱，望着咱每一个人，望着咱每一个人，互咱对心中虽然咱毋是有迄种的文字，会晓写诗歌的人，会晓作曲的人，毋免。咱对心中用迄种五音不全，咱心中用迄种全然对上帝敬畏的心讲：11个11个11个，应是我的荣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咱做2个祈祷。第1个祈祷，用咱的人生来唱歌，呕心沥血欢唱生命之歌。有一种诗歌是用嘴唱的，但是另外一种诗歌是用目屎流泪撒种。就必欢乐收割，
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赏赐咱的人生，咱家己变换成做一条荣耀上帝的时光，用咱的日子。第二，今仔圣经讲，这群人因带着上帝的记号、上帝的名，所以对今仔日开始，无论咱去到什么所在，兄弟姊妹，你爱会记得，就亲像咱的手中有挂一个手指，我是做人的丈夫，我是做人的负责人。咱带着这个记号，我就是耶稣基督，用伊的宝血所买得来，我一生要为伊来活。所以第一个，我要甲咱做的这个祈祷，就是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尽心尽性尽力尽力。主耶稣讲，伫这世间中间最重要，恁的生活的任务，就尽心尽性尽力尽力，听天父恁的上帝。听这明白吗？你愿意吗？我那个主讲，主我当然愿意。你若肯接纳我对你的学了，我何德何能有这种的荣幸，会当徛在你的面前来学了你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诗篇96篇第1节讲：恁着昂耀我唱新的歌，恁着昂耀我唱新的歌，全地着昂伊唱歌，着昂耀我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节传播伊的救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原咱的生命是一条新的歌。以前检查咱唱口调啊，但是今仔日开始，咱要唱喜乐的诗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改换咱的人生，所以代表讲，伫上帝的恩典的中间，你要唱一条新的歌；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。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所有的咱的生命、咱的精神、咱的存在，就为着讲起这个意思，就是表明上帝伫咱人生中间伊奇妙的所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拄则牧师甲咱分享晨间末道内底，这是对澳洲的祈祷的诗歌翻译出来。主，我要学到你，尽心尽意，我要保养你奇妙的所在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对心中咱敬拜这个堪得咱敬拜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要用我的一生，用我的家族，用我所有一切，不但将来伫天顶的施恩宝座前，伫我人生的每一个情景的中间，拢学到你。都亲像牧师甲我分享讲，初代教会遐过去。无真好的精神疾病的医生，无真好的医疗、精神科医疗的医生，但是有真侪精神状况拄着问题，因着更较努力吟诗，就亲像保罗甲西拉受了伫罗马的监狱的中间。你会记得《使徒行传》迄个故事？因讲伊伫监狱的中间暗时，保罗甲西拉就大声吟圣诗，吟到连监狱的迄个倒落去。门开去，可能因真有肺活量哈，就吟到有共鸣了，所以迄边嘛会倒落去。这个话其实毋是安尼解说，这个话就是咧学讲起得时不得时拢学了，学了会大关联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今仔日个礼拜，愿天父上帝圣神将一首永远唱的诗歌是你。是咱每一个个人一首永远唱的诗歌，一首永远唱的诗歌。直到有一日咱要去天堂，咱要带这条诗歌去见咱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感谢你，我一生有低潮，有高潮，我的人生有死荫的山谷，嘛有上帝你充满慈爱、高挑。喜乐的时刻，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心中的时刻，得时不得时，愿咱拢学到咱的天父上帝，咱伫伊的面前，咱无做亲像耶稣所讲，只会看袂明白，听袂清楚的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智慧的灵放伫你的心内，因为若有上帝的圣神伫咱的心内，咱就会通
明白上帝一切奥妙的事，敢有影？有影？敢有影？有影？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耶稣讲，恁是有福气的，阿免吗？耶稣活到等家伊身边的门徒，甲因讲，恁是有福气的，因为恁有目睭通看，因为恁有耳孔通听。所听的弟兄妹，咱是有福气，而且福气极大。原来你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无论什么种的境境，我无看路。因为我知你是我的倚靠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仔日的圣诗启示录第14章第3节，伊讲因所吟的诗歌是一条新的诗歌，是无人会通学习。这种的诗歌不是学来，这种的诗歌是圣神给人的。这种的诗歌是圣神伊亲自，伊将这个话甲诗歌。放伫迄个困苦、各种的情境的人，因的生命中间，什么人学未来？就是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。马太福音13章15节，耶稣讲，这种的人，伊耳孔吼塌了啊，伊的心哦，去互油油包起来，伊用安尼形容，伊的目睭是。有目睭通看，但是安那，伊无愿意看。所听的弟兄们，就是咧指属世俗化的人。圣经讲，属血气的人，因欺骗家己，自以为是，因唔接受，因唔肯接受圣神对因的苦劝，因感觉信耶稣是一个足拍算。作恶的代志，因无将上帝当作上帝。罗马书保罗第1章第21节，伊讲：因虽然明明知影有上帝，但是却无将耶和华当作上帝来敬拜伊。因明明知影耶稣是救主，却无愿意尊敬耶稣做伊的救主，所以因的内心。就黑暗，因的内心就虚假黑暗。所以弟兄们，上帝明明古早是将人类所拄着属灵的这种的欠缺，讲互咱知，独独只有听上帝的人，才听有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咱做伙手牵手，咱互相鼓励。咱的嘴是要来学乐，不是要来埋怨；咱的心是要来充满学乐的诗歌，不是要充满迄个自爱自怜的口条啊！求天父上帝将这的忧伤摕掉，就亲像大卫伊嘛捌忧伤，但是伊将忧伤变作快乐。伊讲：我要怎样伫外邦唱出耶和华的诗歌呢？阮受了做奴隶到巴比伦，阮流目屎都未付啊！所以唔通搁再学了，将琴吊伫柳树顶悬。大卫是一个真后将这个忧伤变作欢喜的一个信仰的长辈。愿圣神帮助咱，主帮助咱，将忧伤变喜乐，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。什么所在是上帝施恩宝座前？就是你人生生活的每一个情景，无论是上班，无论是你的家庭大小事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人生的情景的中间，归荣光天父上帝。第二，我要甲咱分享，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记号，伫咱咧互相祝生日快乐，逐礼拜的生日的祈祷的中间。无事拢会为着生日的人用油抹头壳。每一个兄弟姊妹若到家己的生日的时阵，常常拢会当第一要来到教会，做伙伫徛伫上帝施恩宝座前来领受。这就是因为咱相信，当咱用油抹伫头壳顶的时阵，就亲像今仔日圣经
咧讲起144000个，我毋知为什么上帝要启示，圣神要启示，约翰讲，伫天顶将来是144000。有真侪解说，但是拢解说无一定是真妥当。但是真侪圣经学者、牧师拢努力要解说。我感觉咱毋免去互即个字绑掉咧，真简单，就是咧讲起即群人，就是伫世界末日，要伫上帝施恩宝座前，天顶上帝宝贝会行市，安尼就好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！我常常要用祈祷，我要将我的头毛安尼掀起来。主啊，求你甲我做记号。所以你即摆原来来到主施恩座前，今仔圣经约翰伫异象的中间，伊讲：我去看见羊羔，就咧指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徛伫耶路撒冷的城边仔的锡安山，顺山就是锡安山。我看见耶稣徛伫锡安山。有甲伊做伴的有144000人，因会头壳遐顶悬，因会头壳遐顶悬，有写着羊羔的名，甲因天父上帝的名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车拢爱后壁甲搭一尾鱼啊，对吧？咱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无论咱是什么种的生活方式，咱拢要表明咱是属于耶稣基督。较要紧毋是咱吊一个十字架的破链，较要紧毋是伫咱的车后壁搭一尾鱼仔，代表出入平安、凡事平安。较要紧是咱的心内中间，咱知影，我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我是代表，我是耶稣用伊宝贝的活命，甲我改变的。这就是记号，原来伫主的面前会记念。这个记号，何等的宝贝，何等的神圣。所以今日，咱亲像结婚、交换信物，互相誓约，伫主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我愿意。咱就带着一个活命的记号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常常把你的记号切落清气，无论去到什么所在，用咱的生命来荣耀咱的上帝。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，你的心若正直，这个记号就清楚。主帮助咱，咱是真正的生命。我将我心中的感触，甲咱参详，甲咱分享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咱来做伙到天堂来敬拜上帝的时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敢有较无迄个礼拜，咱会当相见面？你敢有较无？伫天顶的礼拜，你有份伫迄个中间。咱甲主讲，主这是我心中深深较无，主求你帮助我，耶稣上我。顶礼拜我甲咱分享这句话。这是第3摆，我搁再读一摆，因为信仰的前辈甲咱讲，咱的生命需要有至圣、圣洁、有价值的事。圣经讲分别最圣，圣在、圣在、圣在。咱的生命需要一种比这清用、搁较宝贝的事，或者。你问你家己，伫祈祷中间，你问上帝，主伫我的人生中间，有甚么事比这清用更加重要？天父上帝帮助咱。顶礼拜咱咧讲起生命的水，一个美丽的活命，伊需要有甚么种的特质？牧师甲恁分享4项。第一。一个人心水，面就水；一个人心好，做代志就好；一个人若有上帝的性情伫伊的内面，伊的性情就神圣；一个人
伊的路所插的标，若是用上帝天国，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伊的生命就要有份伫上帝伊的荣耀的国度。那安尼，今仔圣经甲咱讲，这144000人，恁得去，恁免做笔记，圣经摕起来，圣经早就为恁写笔记。第14章第40、第50讲到5项代志，恁斟酌安静思考。伊讲这群人是白目着乳色，是贞洁的，意思就是守贞，持守伊甲上帝的约。伊用这种的婚姻的关系来比拼人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圣经咧讲的无清气的人，是咧指离开上帝，去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，拜马门。第一，伊咧讲起伫上帝的面前持守救恩的约。第二，这个人是到死至死忠心，就亲像伫启示录的头前，以弗所的教会，上帝讲因到死嘛尽忠。这群人是军队羊羔，无论耶稣去到什么所在，因对调调。第三，这群人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带倒来，伊的意思是耶稣将过去努力迄个记号、迄个刺青，甲你洗掉。耶稣将上帝荣耀的面放伫你的内底，意思就是耶稣用伊的疼所赎回讨放的活命。第四，这群人用因的生命，这群人用因的生命归荣光给天父上帝，献上生命的活祭。第五，伫第5节的中间讲，因是无讲白贼的人，因是无下属的人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甲天使、甲历代过往的基督徒，到永永远远，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，咱做伙唱这条生命的歌，用你的一生，用你的一生来唱出11个11个，永是我的荣耀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阮恳求主你帮助，互阮伫主你的灵面的中间，阮受你的接纳，阮受你的扶持。主恳求你灵面帮助阮，伫阮失志、软正、内心的事，主耶稣求你灵面我，亲像大牧者，你带阮行天路。一直向前，主耶稣求你亲像牧者带阮行天路，一直向前，直到有一日，阮来到上帝施恩荣耀的宝座前，阮会当感得有这个荣耀，通进入你的至圣所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求，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